第30日，為穆斯林背景歸主者禱告。親愛的主，你教導我哋要彼此相愛，因為愛係從神而嚟，合一嘅愛印證神就住喺我哋嘅裏邊。因此，求主除去各地基督徒同穆斯林背景歸主者之間嘅猜疑同埋恐懼。求主賜下平安同保障，使到各地基督徒能夠勇敢地向呢一啲歸主者展現基督嘅愛，就係滿有恩慈同寬容，成為美好嘅見證同榜樣。我哋又為嗰啲學習中嘅歸主者嚟祈禱，求主賜下智慧同謙卑，藉培訓成為合主心意同合主使用嘅人，並喺建立信仰群體嘅路上，歸主者要堅心倚靠主嘅幫助同供應，縱有挑戰同困難，仍要忠心作主嘅門徒。我哋嘅禱告係奉救主耶穌基督嘅名祈求，阿門。